我反正介绍，大家好，我是关。感谢家己风台天，搁放工搁走啦。你是坐捷运还是坐公车？吼，啊，台湾外口放工有佚佗。有吼有吼，歹势，拄好拄着即个风台天，毋过感谢大家去过来，因为阮嘛较无法度改时间啊，因为后壁拢有排代志，啊，遮济律师嘛，因拢做无闲诶，所以讲想讲若是无放蒋万安若是无宣布诶话，阮着继续安尼啊，真歹势就是人手就是大家担心安危嘛，所以我就网络直播的方式啊，留一个底啊，互大家咱看。啊，我甲跟伊其实较早就算有一些一面之缘呐，因为爱当是使啊，阮有一群律师朋友安尼，伊是嘛是迄顶一科的沐雨峰律师介绍的，恁头前无听着沐雨峰的课吼，迄足精彩的，伊就讲一寡犯罪学的代志，嘛真精彩，无要紧，我头头嘛直播，所以若有兴趣的，等下做听安尼，好好，安尼跟伊要来介绍讲诈欺案，应该讲诈骗，伊即马进伫台中咧执业，台中诈骗真济，嘿，袂少啦，有名诶啦，有名诶，所以伊会当分享足侪诈骗诶代志，今日是诚实在，好，欢迎跟伊，谢谢，感谢大家吼，今日要来讲这就是律师的一天啦，较早去啊风范安尼，吼啊，我拄则嘛是为台中起来，吼啊，就因为风雨嘛真大安尼啦，吼啊嘛看到大家来现场嘛足感动诶，啊等下若有一寡问题就无要紧嘛，随时拢会欢迎讲啊，要提出要问，就今日来到遮吼，阮就会当尽量甲问，吼啊，今日主题就是讲，阮要来讲这早期诶案件啦，啊一寡我工课诶经验，甲大家分说明啦，啊我叫做林君立。我做律师为2018年开始较进安尼，吼啊，虽然一段时间，啊头前迄个律师迄阮大学诶学弟仔，吼，伊读研究所是，有读一寡较无共款诶，甲法律相关诶，所以主题是较就可能阮有切开啦，就讲较无共款诶代志，啊，这诈欺这案件嘛是甲犯罪有相关啦，吼。好，啊，今日就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啊，个阮一般做刑事诶律师一寡工课诶日常安尼啦，啊，早期诶宣导甲案例分享，吼，啊，过来互大家听听，安尼啊，尾手就来做一个结论，安尼就对了。好啊，自我介绍，阮伫台中吼，这叫做鼎道国际法律事务所，啊，阮做主持的律师，吼，啊，较早就是律师法院的刑事厅，啊，做这量刑的分析研究的小组的组长，安尼，吼，啊，嘛伫台北市政府做这法律咨询的律师，南投市公所嘛有服务，吼，法律咨询律师，啊，较早读大学的时阵读台北大学，吼，啊，这有参加法律服务的社团。吼，那尾手伫中正大学读研究所，读民法相关的吼，啊论文是写保险的，哎，阮一般吼，阮若工课律师的工课啦，一般拢大家可能嘛会了解啦，较当事人开会，然后有案件的时阵来找，吼，那一般当事人可能拄着案件的时阵，可能情绪嘛会较大，吼啊，变做讲。
阮阮的专业嘛是爱讲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伊法律的问题到底是啥，可能伊来讲30分钟内底讲，其实若是换阮做当事人来讲，可能3分钟就讲出来啊，伊的问题到底是啥，但是伊心内有即个艰苦，但是可能即个过程嘛是爱听伊去说明，有一寡相关的经验去甲伊分析，还是讲要安怎去甲透，然后心情莫遐悲伤，还是讲莫遐激动，莫遐生气，为法律的问题去解决安尼，过来就是讲，阮这法律的咨询嘛是，嘛有义务的，嘛有可能离比如讲离一寡立委也是议员遐有去做法律咨询，无就是离公所、公家机关的法律的安尼无啥共款。你若是讲离公家机关，你就会个车马费。若一般讲你来甲民意代表的，像阮事务所带伊下晡拢有去迄蔡皮厂的清水的服务处，伊遐咧服务，迄就是无车马费的，就是自愿的，就是讲去到遐会当，甲一寡民众解决问题，甲伊听伊的法律的问题是啥安尼，这是甲当事人规划咧讲的，当然，阮这讲台语来讲啦，一般民众可能就较有需要，你甲因记者讲较有话，时代，若是讲朋友啦，阮就较定咧讲台语，你甲伊讲福建话、普通话，伊可能就较无，可能就有当时就是讲，就讲较袂认真安尼就对了，过来就是阮写诉状啦，准备案件的部分，这个一般来讲，阮嘛就是用中文字啦，就袂讲用开庭的时阵，就较少讲像来讲这四界去开庭啦，去地方法院还是检察署开庭的时阵，讲到这我就想到一遍，我去苗栗开庭的时阵，去遐，法官、书记官。对方的律师甲迄斗问一个证人就对啊。迄就是讲，即个证人是客人，伫苗栗遐客人真济。恁问的时阵，讲到来的时阵，即个证人就讲，常常就开始讲客话啊。客话，法官客话讲落了后，伊就煞来，嘛佫甲问客话，即法官嘛讲客话。书记官嘛无讲啥，伊就拍字拍出来。我想想，我感觉咧看一个客人的电影就对啊。然后看伊遐有字幕，我就直接看，因为规定有拍笔录嘛，书记官嘛，证人讲客话，还讲大家拢安尼讲。我当然我毋知，因为我客话我无啥会晓，就有兴趣当阵就对啊，哪听讲几句客话安尼尔，伊就拍字，阮嘛做律师诶嘛，无确定讲，这证人讲诶是毋是，就是安尼就对啊。但当然是会感觉讲一个反应是讲拍官司毋是干那讲法律，你捌甲倒，阮讲诶话，言语啦、语言来讲嘛是爱有一个讲，有一个水准，你同无你嘛爱知影讲即个证人诶背景，伊常常你本来伊就讲，伊可能就讲普通话，讲中文，结果伊向来讲客话，讲落了后，当然，阮相信法官讲诶，伊嘛袂，伊无一寡偏差啦，伊就是讲，你讲啥物来讲，就是你讲客话讲较会出来，伊就客话甲你问落去。书记官伊嘛听有，伊就讲客话安尼客来客去就对啊。结果就变做敢若全法庭上敢若我听到就对啊。所以我迄斗诶冲击是真大。当然，阮离一般诶，比如讲，阮若离台南较高雄、屏东，还是讲拄着这证人是讲一般讲普罗人，还是讲伊平常时讲台湾话，证人，伊当然有当时恁问证人诶时阵，阮就可能会用一寡台语诶问题甲问，因为讲台语则较会通诶时阵嘛，捌讲三个证人，
斗起来差不多要250岁，会三个证安尼啊。当然就是讲，你讲日语甲问嘛会使，啊台湾话嘛会通，所以敢较台湾话小可会晓讲，哦，所以嘛是工课时嘛爱使用，就是台湾话安尼就对咯，吼。啊，过来就是讲，阮律师嘛是，大大小小的公司的顾问啊，安尼就对啊。就是阮一般来讲，阮工课会拄着的代志，啊，当然嘛有搁其他的啦，讲要去甲人协调啦，吼，了解的，迄拢嘛有，可能嘛算咧内底就对啊，吼。啊，煞来，阮要来讲，这就是即几档吼，较定定早期阮较捌拄着的早期的案件啦，吼啊嘛分做几种安尼就对啊。啊，当然，较早进前讲早期啦，诈骗集团吼，还是讲老爸老母较定拄着的，还是讲阿公阿嬷迄当时阵拄着的，叫做金光党啦。哦，所以开始就这金光党就是会摕黄金啊假的就对啊，假的甲你讲啊，这你要买吼，这藏伫厝诶。藏诶，啊，留互恁子孙吼，过来甲卖掉，还是讲要做嫁妆吼，还是要结婚诶时阵摕出来用吼，啊真好，啊，就金光党就会骗一寡阿公阿嬷，啊，较近就一寡投资啦，吼，投资诶诈骗，还是讲像讲即马随人一支手机啊，吼，都拢用 Line。交朋友可能嘛有当阵伫网络诶，吼，透过比如讲一寡软体，吼，就是讲伊有一寡交友诶诈骗，吼，像一般阮拄着案件啦，吼，这诈骗是讲一声就甲你交朋友了后，就是伊即种交友诶诈骗，阮定定会拄着是讲客户来诶，啊讲。这朋友可能住香港啊，住澳门啊，吼啊讲，伊足想要来，有找一个时间，吼，也是伫搭，吼，伊要来台湾，要甲阮熟识就对啊，吼，甲阮即个客户熟识，董事长熟识，啊，伊就伫网络甲伊讲啊，吼，翕一寡伊去倒位佚佗啦，吼，一寡风景啦，还是讲吼，嗯，过年啊、年仔节啊，吼，拢会甲关心啦，啊，讲问伊有食饭无啦，有困无，困有好无啦，安尼就对啊。啊，伊差不多拢会讲，3个月啦、4个月，甚至搁较久一冬了后，吼，伊可能才讲啊，伊有要开一间公司啦，吼，有需要要投资啦，吼，再来讲啊，找一个时间要来台湾来，要来找你，吼。这都是伊会变做讲，甲你伫网络诶做成朋友诶，吼啊，知影你足侪代志诶，吼嘛关心足侪，吼啊嘛会讲啊，你翕一寡相片互伊，吼你去倒位佚佗啊，啊遐有好耍无？安尼，敢若一个朋友就对啊。即种诶嘛足侪，阮讲一个阿姨啊，吼，都是甚至阿公阿嬷吼，摕着手机啊，伊都嘛毋知要安怎，就是甲人熟识，啊，非得都是网络伊就交一个朋友或者蒙娜还是啥物诶，吼，就是大概是安尼啦，吼，交友诶诈骗，啊无就是迄种网络诶诈骗，吼，买物件诶，吼，这就较定定拄着，吼，我若比如讲去买一个讲，水果，吼，讲迄有拍干，吼，啊要寄来，讲伫山顶啦、国线啦，还是讲伫搭啦，互伊，就是讲这水果，吼，伊有拍干，要讲，啊结果吼，阮若是网络去你甲买，啊结果送到位诶时阵拍开，啊结果是啥物中国诶媒仔啦，啊啥物有诶无诶。真济啦吼，啊一寡迄家己妈妈嘛真爱买啊，啊一直甲念拢听袂落，安尼就对啊。啊要讲好啦，以后就买啊，啊伊就网络诶查吼，啊，就有一寡迄广告就会跳出来就对啊，啊点落就随买，啊就干若食诶是安尼啦，啊无就是讲裤啦，
买一寡裤，啊，结果寄来，讲伤细领啊，是讲迄品质足歹诶，嘛是即种诶。吼，啊，当然这是去互骗钱，这是较无要紧。吼，啊，有诶吼，较大条诶，就是讲伊会甲你讲，哦，我伫倒位倒位，比如讲我伫中国，吼，有一寡会当互你做一寡网络拍卖，吼，卖一寡货，吼，看你有啥物需要要投资诶，还是讲你这物件你有兴趣无？吼，你甲我做伙来做，吼，就变做，互你一个讲啊，我伫网络拍卖，我会当一间店，吼，啊，里面会当卖啥物，吼，生活用品，吼，还是啥物你有兴趣诶？啊，结果我实际上吼，若是甲投资落了后，伊就开始找无人，吼，也是讲，吼，即间甲你骗诶，啊，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啊，甲落尾，伊真诶无法度伫，你讲中国市场，吼，因为伊可能就是定定安尼走来走去，吼，但是伊实际上无遮个手腕，吼，无法度伫中国，吼，有一寡好诶网络诶拍卖机会，吼，所以变做就是即部分吼嘛是阮定定拄着诶，但是即部分诶伤害就是讲会了较侪钱啦，吼，阮诶客户，啊无过来就是讲吼，迄种敲电话来啊，讲要看卖阿嬷啊，你知影我啥无？即种还是讲阿姑，你会记得我无？即种诶，吼，就是要看卖我是啥诈骗，吼，即种。啊，过来吼嘛有即几冬最近啊，即几个月我拄着一个客户，吼，伊本来是国校诶老师，吼，啊当然即马国校诶同顺囡仔拢一人一支手机啊，迄足歹教诶，吼，老师要迄个上课诶时阵，可能手机啊拢像讲啊，你做兵诶时阵爱锁柜仔内底嘛，吼，啊，就是讲。伊就是常常就想讲啊，我可能嘛有货啊，无想要搁教册啊，因为教到这囡仔拢足皮诶，吼，啊拢足不想教，安尼就对啊。伊常常就想讲，啊若我无做老师了后要做啥？啊伊就伫网络诶去看讲吼，去看着一个工课是做公司诶，算讲是助理就对啊。助理，啊，这助理是做啥物工课？啊，因公司就做一寡迄种诶虚拟货币，吼，就是阮讲迄叫做以太币啦，吼，诶诶也是讲叫做即款相关诶吼，嘛算讲是投资就对啊，啊，就是变做讲啊，伊即个老师就想讲，啊，迄个公司叫我去倒位，去台南，吼，去桃园，去台中，去南投，去拄着吼，公司派我即个助理去甲客户收钱，伊收钱就是讲要来做即种诶投资就对啊，吼，啊。伊就变做讲去到遐，吼，拄着伊迄个投资诶客户，就现金看可能有当时共收30万啦，收50万啦，哦，啊，当然即马诈骗集团拢知影讲一遍收钱袂当收伤济，后无即个吼车手会关真重就对啊，安尼嘛算讲有良心吗？安尼嘛毋是安尼讲诶，吼，就是讲诈骗来讲，吼，伊像讲食酒驶车啦，吼，阮伊是愈收发愈收愈重，吼，啊，但是阮定定拄着诶是安尼，像即个我讲诶即个客户是国校诶老师，伊平常时拄着诶吼，拄着诶人啦，阮讲是人，就是因为伊若是囡仔读到国校啊，已经毋是动物仔嘛，就是伊一定会捌代志啊，所以拄着诶人其实拢足单纯诶。囡仔你讲国校诶囡仔会偌歹嘛？可能无甲真歹哦。你甲讲伊嘛是会听，哦，你甲处罚伊嘛是会哭。你讲后悔毋敢就对啊。哦，但是国校诶老师可能生活就较单纯啦，哦，啊伊就变做讲
伊伫网络诶查，伊嘛去甲 Google 啦，去网络查，就讲对啊，确实有即间公司啊，公司查落嘛是咧做即个讲诶，就是做像讲以太币啦，吼，还是讲 NFT 啊，是啥物相关诶，吼，确实是咧做这个但是实际上去拄着了后，吼，伊去收啊，吼，一开始拢足顺利诶，可能嘛是诈骗集团，吼，就是有挑电讲安插一寡人啊，吼，实际上甲试验着对啊，甲试看觅讲，你是毋是收着钱了后，你会乖乖甲钱交转来互我，吼，一斗两斗，吼，确实讲伊感觉即个老师足乖足听话，所以变做伊买手吼去互警察去发现了后。伊就变做伊身躯就歹，即摆件就对啊，即摆件诶诈欺案件，这对伊来讲，伊就打击真大就对啊，因为伊伫甲法官一开始来找阮进前，伊拢甲法官讲，无啊，我著做公司诶助理啊，伊就叫我去倒位收钱，我嘛感觉是安尼就对啊，伊为伊家己心内，伊真诶安尼认为就对啊，就是讲。伊甲互警察掠起来了后，扣咧警察局一暝，隔工去检察官遐去搁做笔录，伊嘛是搁有免怎讲，无先醒嘛，未醒起来啦，就是无发现讲家己咧做这诈欺诶代志。你讲，以阮律师来讲，阮当然好诶当事人捌拄过，你讲。真诶为非善做诶嘛是，阮嘛是会捌拄着，嘛是会辩护嘛，因为刑事诶就是安尼，每一个好人歹人伫宪法诶保障上，阮就是拢会，阮拢是比如讲爱为法律，互伊，互你互每一个好人歹人伫法律诶面头前，就是拢平等诶，就对啊，阮就做伙。守护阮这合作台湾的法律啦，互因会当讲会当受到正常的辩护就对啦，但是你会知影讲，即个老师啦，伊其实就是真诶，就是可能伊可能耳孔较轻，还是讲伊会去相信别人，但是伊实际上毋是一个足歹诶人，就对啊，毋是做歹代志诶人。但是因为伊就是可能嘛有岁啊，可能50、60啊，准备要退休退休之前才去拄着即个代志，所以伊就变做讲，一直甲伊去甲，就是应该安尼讲，一直甲一审的法官甲判，伊去甲3个人收钱，每一个判拢判8个月以上，阮若法官判刑8个月以上，拢无法度，就是落罚金，这8个月以上拢爱去关的就对啊。伊三件斗起来了后，法官是认为讲，即刑的刑期爱2冬就对啊。因一个老师做遮久啊，教音乐的，嘛，就是大家有读，可能拢捌读过国校啊嘛，大家拢有大家音乐老师嘛。你嘛知影家己的音乐老师了不起，就是讲你你可能弹钢琴的时阵弹了无好，伊可能甲你修理，还是啥物了不起叫你学起啊，还是唱了伤歹，嘛，等于讲无一个，应该讲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就是无法度，因为对于法官来讲，法官嘛有伊的难处，伊今日即个案件，因若是要甲轻判，还是讲要放互煞，伊爱有伊充分的理由，就变做讲你有甲被害者有和解无，人有原谅你无，是讲伫法律的部分，只要伊敢若，只要伊捌，应该讲法律的规定啦，虽然讲2冬以下的有期徒刑，伊是会当讲，你若是甲被害者和解，你是会当假罪，就是讲你会当免去执行，你是会当假罪，
但是呢，伊就是离台人即件已经判来判2档啊，判2档落啊，落了后，阮敢若会当20天内底去做上诉，上诉一个问题，因为伊台人即件三个被害者，但是分离，即个嘛有一个被害者，即个分离即个法官，因为伊有甲伊和解，所以有讲安尼你知影毋对啊，你有认罪，你有甲被害者和解，所以甲你判较轻诶，伊即件嘛是7个月。7个月啥物问题就是有甲减，但是这嘛有一件7个月，这嘛共款，就变做讲来找诶时阵，可能嘛爱搁上诉，上诉较理性诶时阵，看会当甲全部拢和解。因为这老师就是讲，离即个公司啦，伊认为讲伊来甲即个公司做助理诶时阵，伊连续去，我拄则讲几啊位嘛，每一个所在诶被害者，伫遐，伊就变做讲伫遐地检署，法院会来做审判。所以伊虽然讲阮法律上有相关诶规定啦，讲，但是就是讲刑事诶法律阮就是变做讲离台南，离云林。南投、台中，遮拢变做有一个案件，讲爱搁去做一个审判，所以变做伊就爱走几啊位，走几啊位，搁共款无共诶被害者，嘛爱甲因去做一个和解，所以甲即个你处理即个案件顶面上，阮就变做讲爱走几啊纸，伊诶心情嘛足沉重，因为。伊就讲伊绝对无都去互关啦，因为厝诶嘛有个时大爱车用或者爱照顾啦，安尼这就是阮讲这找头路诶啦，会诈骗啦，过来就是讲有一寡你若去网络啦、订册啦，还是讲像讲你若有去买册，还是讲去买某某，还是啥物诶，人就讲你诶信用卡。去人就是去人毋知啥物入去，也是讲入一个伤济就对啊，入卡入伤济。比如讲我去网络订一台卡拉 OK 机安尼结果伊讲你网络订30台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这爱做一寡手续迄款就对啊，伊这就是讲伊会搁卡来，伊搁会转一个身份搁连伊啥物像甲顶面讲这公务人员啊，有诶是讲你这金流有小可奇怪所以我是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还是讲检察官就对啊，就凊彩用一个名因为伊是安怎无讲，因为我讲检察署内底应该有检察官嘛伊会另外去讲一个我这或者公安官还是啥物会凊彩互一个名，伊是安怎要凊彩互一个名？你听起来怪怪，但是有一寡阿公阿嬷伊会相信，因为伊可能迄阿拉诶剧嘛看真济，所以就是伊就会感觉讲安尼地方法院诶人还是啥物我听无真清楚啦，但是我紧去办无我诶口座拢无法度用，伊就会赶紧去甲银行去甲银行讲去遐撸几步警察要甲救拢救袂转来，即种诶新闻有当时嘛会看到，这就相关诶，所以诈骗阮百款啦，真济，但是拢差不多是安尼。一般来讲，阮律师咧拄着诶案件来讲啦，一般阮拢会感觉讲迄著是，嘛毋是讲像人讲诶你著是消摊才会去拄着这，有诶时阵是诈骗集团，著是利用你人诶心内软件，还是讲你诶弱点是啥物伊就会知影要安怎去甲你利用，就对啊。一般来讲，真诶去来甲法院诶，像我拄则讲迄个老师啦，我感觉是讲，可能要安怎讲，可能无遐巧啦，袂当嘛，袂当讲戆啦，就是讲，就是有当时阵啦，被害者，就是有诶时阵伊嘛是足艰苦诶人，伊嘛去贷款啦，想讲要去投资啦，要互厝诶生活过较好诶，所以有当时阵你就会发现讲，伫法院你调解两边啦，坐落来诶人，有当时阵是真诶是
较可能无遐巧诶，还是讲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讲生活嘛是真诶艰苦诶，吼。即个时阵吼，比如讲，阮读法律诶，其实讲你要安怎甲即个代志处理到圆满，其实有当时足困难诶。哦，实际上吼，法律就是阮即马去拄着案件啦，哦，就是互相拢咧折磨就对啊。哦，你处理即种案件，真济啦，差不多7%-8%以上啦，吼，拢是安尼案件。过来，阮就是讲，这诈骗集团啦，阮定定讲，因可能是安怎分工诶啊，甲一寡流程安尼就对啊，吼。我拄则讲，吼，若是有去查诶车手啦，吼，迄个老师，迄个角色，就是阮一般讲车手，车手有几啊种，车手就是讲，有诶吼，较具体是，有诶是安尼，就是讲你有去甲你诶诈骗。吼，去验出来用包裹啦，还是讲啥物？较爱用诶，毋知大家捌听过空军1号吼，去甲寄吼包裹，还是即摆去讲去 Seven，还是讲去甲寄讲迄落阮讲店到店迄种即种诶就是甲包包诶，伊都个伊诈骗集团过来甲你讲你这纸箱仔内底你爱缀一寡报纸啦，莫讲一声安尼店员甲你摇摇诶，就知影一张卡片伫遐扣，就是挑剔咯，你就是爱搁甲包装啦。当然，即个问题去甲法官拢会甲问我讲你要寄卡片互伊，你是安怎甲包装包甲安尼？是安怎？你敢无感觉奇怪？实务上法官就会因为安尼讲，有诶是真诶相信，有诶人真诶相信，公阿嬷可能伊就是讲迄个包包诶较袂去互司机你送货时阵用歹去还是啥物诶伊是安尼甲阮讲诶但是法官会掠即点就讲，这你明明知影你应该爱感觉奇怪诶代志，你奈无感觉奇怪？所以就做讲，诶、这迄看头做，阮普通话叫做未必故意啦，就是讲，你伊这法律的意义就是讲你其实你会可能会知影，但是你感觉无差，就是讲你感觉就是好就算讲我，阮较早咧读刑法的时阵，阮教授会讲嘛，就是讲阮即摆，比如讲阮进入八楼嘛，八楼，我就足迷咧，我就捡一粒石头。我想讲，我先来个拼落，为窗仔门拼落了后，我看下骹，阮伫大路顶嘛，就是讲车落铁去，若拄好有人有共牵着，还是讲无共牵着，迄拢无要紧。但是真诶一个阿送行过，你甲石头甲牵着，怎哇牵死，安尼就号做有当时阮就会讲，这号做杀人。有一寡刑法的观念是讲，这都是杀人，因为你遐就因为小大的牵落对死人，你嘛会知影，但是感觉无差，反正会着，反正袂着，这就做阮讲普通话叫做未必故意就对啊，就是这个观念讲过来车手就是讲有人有诶是用卡片，像迄个老师是去现金去甲人处款诶，车手，这是法律上家己你若讲你甲一寡法律律师，还是讲叫啥关系，就会去讨论讲，即种叫做现金处款诶车手，另外一种叫做套卡片诶，就是讲我卡片像我则讲诶，迄包装内底迄卡片寄出了后，就有一个人去做车手去收即个包裹。去收这个包裹，收这个包裹要创啥？收包裹摕中的卡片出来，因为收包裹的时阵，有当时就会去互查着，所以迄嘛是有一个讲，比如讲有诶是客运车司机啦，还是讲白牌仔诶司机，可能都会去收包裹即个动作就对啊，内底是有当时是伫，较早自早是，比如讲内底是包毒品啦，是包啥物诶啦，即摆包卡片。
因为毒品关较重嘛，啊做早期诶吼，即马是无遐较重，所以早期诶，即马有一寡少年仔吼行歹路诶去做啊，做较济去做早期诶就对了。啊，即种诶，叫做兔卡诶，哦，兔卡诶，对对啊，做较片诶，啊，所以车手下骹这吼，叫做这厝婆仔诶啊，婆仔手啊，吼，婆仔手来讲，伊就是人头诶口做啦，去共收啦，也是收口做诶。啊，收口做诶，一般来讲，毋是干若就是阿公阿嬷啦，有诶阿公阿嬷若说年岁大啊，家己口做拢囥倒拢袂记啊，所以嘛无法度去用诈骗早起，收甲毋知伫倒。啊，即马有诶是吼，迄种华无啊。吼，就是来台湾，吼，有当时伊就是因为工课有需要嘛，做工啊，所以讲伊有一寡寄金铺仔，也是讲口做啦，吼，啊，所以伊有一寡人啊，吼，伊就知影讲这外劳诶宿舍内底，吼，会有人出来收，啊，这对外劳仔来讲，因就讲啊，有当时伊就是搁要转去因家己诶国家嘛，伊就无伫台湾啊，所以伊就先囥咧宿舍，啊，互人去收诶人摕来用，吼。啊，等伊后悔搁为外国搁要来台湾要食头路诶时阵，就会去可能就有案件就对啊。但是迄都无一定，啊，有诶因诶想法就是安尼，吼，啊，迄就是一个工具去互使用，吼，啊，这像迄个老师，吼，车手过来嘛会做这收水诶，吼，一般来讲做水诶，吼，就是讲水房。哦，伊若讲有朋友甲你讲你要做水，伊你做水诶，你要投资无？你莫想讲迄是厝诶，你斗迄滤芯诶，毋是哦。人讲这，做水诶，拢是做水啊，确实拢嘛是啦，做水诶是安尼。哦，啊伊洗钱诶啦，洗钱诶，吼，叫做收水诶，吼，伊就会甲这钱搁交转去水房，吼，啊，即种诶。去甲人讲话啦，像讲我拄则讲迄感情诶诈骗诶，吼，交友诶诈骗诶，就是像讲因这叫做客服吼，吼啊，搁有一寡投资老师啦，介绍一寡迄股票会起几啊工诶吼，逐工拢去起诶，啊这啊期房就是一寡一寡机房可能电脑啦吼，真济啦，也是讲寄教教说一寡迄网络诶吼，啊，过来讲阮这主苗吼，一般阮可能讲啊看报地号做总经理啦吼，即种诶拢可能拢掠无啦。一般来讲真少，除非讲若掠有诶，逐个新闻拢会看诶，吼，因为检诶甲警察拢足欢喜诶，所以会报甲几啊工安尼吼，报到来拢会看，吼。所以一般来讲，阮去掠着诶拢是有上阮律师去对啊，车手啊，哦，迄拢有诶先仔来做车手，不得已诶，生活袂得过诶，嘛会，吼，啊嘛有少年车手，国中啊，吼，以下诶吼，也是讲，嘛有较老班诶，可能超过80岁诶嘛有哦，有只靠伊身体啊算勇健，当然若是有一寡较袂啦，啊因为是安怎要年岁较细汉较大汉，就是要避免讲刑法诶规定啊，吼，一般讲阮讲满18岁以上，吼，啊是讲你还未满80岁，这就是刑法来处罚诶吼对象吼，安尼。啊，国来就是讲车手啦吼，伊像迄老师是去用真诶去用骗去啦。阮讲来就是讲伊想讲要换一个工课嘛，吼，要看会当个转正无吼，啊，但是就常常就去拄着这，伊就是讲做你诶工课，啊嘛足简单诶，吼，你甲客户见面，吼，啊表示伊诶身份，伊诶伊诶身份嘛，顶面都印伊诶名嘛。啊，有诶吼，一般讲车手有诶印诶是别人诶名，吼，啊，迄去查着，检察官嘛会甲问嘛，法官嘛甲问啊，啊，这明明就顶面毋是你诶名，你是安怎？嘿，
就是要用别人诶名就对啊。啊，伊当然第一足歹解说，当然有一寡要用骗诶人，伊嘛是讲，啊，就讲我原底诶名较无好听，还是啥物，讲嘛有讲安尼，啊嘛有讲，就是讲啊我本来诶相片，可能用伊诶共款诶名，啊换别人诶相片，啊有诶别人诶相片，伊就讲，就本来诶相片看洗了伤有气，啊客户会袂信任，安尼。哦，啊，即种诶代志，就是讲去甲法院遐，你要甲法官解说，伊就讲伊信袂落啦，应该是安尼讲，因为即摆伫法院你做刑事诶案件吼，法官来记录30件、7、8件拢早期诶诈骗，真济啊，就是讲阮台湾，吼，虽然是安尼吼，但是阮嘛爱较有自信诶，吼，比起阮台湾现今社会啊，较袂讲有人摕钱去抢银行。哦，大家生活较安全啦嘛，哦，是安怎呢？吼，因为提钱啊，摕刀啊去抢金仔迄种诶，迄刑期伤重啊，吼，用早期诶较袂有人受伤害啊，哦，受伤，但是心内嘛是会受伤啊，哦，就是讲，我趁几世人，吼，我有感觉遮嘛无偌济财产啊，一声去互骗了，要安怎生活？迄嘛足侪低瓜诶吼，迄个社会新闻拢有啦，吼，叫人骗到走投无路诶，吼，啊人迄诈骗集团就是会利用你诶弱点嘛，比如讲啊，我已经比如讲我投资啊，我已经有趁1000万啊，吼，但是你要甲领出来了后，你搁爱落一条200箍，来200万诶手续费，吼，要甲领出来，你搁爱加落200万入去，吼，啊，你搁去贷款，甲亲戚朋友借，会当借诶拢借啊。哦，借较来，结果拢总去互骗12万安尼，哦，比如讲，这足侪拢是安尼。啊，阮早期做诶相关诶法律规定，吼，就是讲差不多伫遮吼，一般诶早期做啦吼，这刑法诶339条诶规定啦吼，就是要意图为家己啦是第三人吼，包括之所有啦吼，他用这诈术吼，使人甲这本人也是第三人诶物件去做一个交付啦吼，啊处这5年以下有期徒刑吼，甲拘留甲这扣这50万以下诶罚金啦吼，啊过来就是一般来讲，阮遮讲诶迄2人以上诶诈骗集团诶，拢是较会想讲这加重诶诈欺罪啦吼。对，依照这刑法339条之4诶规定啦，吼，就是讲你若是冒用啦，冒用这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啦，就是讲吼，比如讲这租借啦吼，最近同情诶吼，啊3年以下，三个人以上诶啦，三个人以上就同还啦吼。啊是讲你一般来讲，即马广播电台、电视这较无啦，嘛是网络诶较有啦吼，就是讲透过网络诶，因为逐家拢会收着，所以这会加重就对啊，吼嘛是，伊算起来就是1年以上诶，7档以下诶啊，7年以下诶有期徒刑啦吼。啊，即种诶来讲吼，早期罪啊会嘛包括讲洗钱，吼，拄则顶面讲诶，吼，这拢有当顺利，诈骗集团迄拢定定发生啦，吼，拢会拄着相关诶即种案件，吼。啊，主要来讲，阮早期做就是讲，爱用诈术，吼，互人受骗，吼，啊来甲钱交出，即种嘛是，吼，啊无就是讲吼，共拐，吼，拐人去，比如讲啊。叫人来甲阮扫涂骹，结果嘛无互伊钱，即种诶，吼，就是讲，毋是干那交钱，你若是讲啊，替人去做工课，即种诶，吼嘛有，嘛是诈骗，吼嘛是，第339条有规定有就对。啊，只要吼，阮讲诶就是讲，虽然啊，阮无摕着钱啦，但是你落手啦，落手去做这早期诶行为时阵，嘛会当处罚就对啊，吼，就算讲最后无成功啦。哦，好，
安尼，过来阮嘛介绍一寡早起相关诶规定啦，嘛是讲洗钱啦。洗钱来讲，就是因为洗钱多啦，也是讲较定定，阮一般人可能有诶朋友啦，是啥物会去拄着，就是讲我去甲我诶口座交出来即件代志。即摆就是你处罚讲，若是讲爸爸妈妈摕囡仔诶口座啦，讲我会甲你寄钱，迄红包钱会寄咧内底结果拢无影诶这无犯罪啦是讲是安尼啦，有诶是等你较大汉了后，妈妈甲我管我诶口座，还是讲妈妈有需要，虽然伊诶口座可能无法度方便使用伊借你诶口座，这是较无要紧一般就是讲厝内诶人啦，就是这是无要紧但是若是朋友甲你借诶时阵都毋通互伊啦，真诶，租嘛袂使，提供互人使用嘛袂使，即种诶都是阮身边诶逐家爱甲大家讲啦口座证就是讲，前一放讲可能几年前，银行你要办一个口座非常方便啦，办足济，搁来我遮算股票啦，还是来我遮就是寄钱嘛，就是定存啦拢足方便诶。但是即摆就是，口座已经发伤济出去啊，所以有诶人就讲我可能几分口座无咧用，就有朋友像讲我拄则讲迄交友诈骗诶嘛有讲但是我一个香港我来遮我可能无口座，你诶口座会当借我开公司无？有当时人会甲你问这借伊开，借你就讲伊甲伊足熟熟识一两冬伊逐工拢有甲我传早安图拢足熟识诶，一个口座尔，也无啥无咧用嘛，有诶人会安尼想法较单纯但是安尼就毋通诶，因为你诶口座借伊了后，伊怎摕去洗钱啦，还是讲摕去转一寡被害者诶钱入去内底了后，伊搁甲转出，就是搁过你一手了后，你本来嘛是诶嘛一个普通诶老百姓嘛，结果你诶口座常常有一工有可能要去领2000箍，可能有当时就领袂出来啦，就是因为你诶口座用。就是禁失啦，都无法度使用啊。即摆这就是交这口座诶罪啦一般来讲，阮就是若警察有发现了后，伊先甲你警告啦，警告一遍，你有一遍机会，但是警告一遍机会，你诶口座嘛是封起来，暂时就会封起来，就是无法度足方便诶使用若是佫发生就是会处这3年以下诶有期徒刑啦，甲100万以下诶罚金啦，但是你若是讲你若有，比如讲我有租啦，还是讲有提供人使用有收钱诶还是讲提供口座3个以上诶，所以较有良心诶诈骗集团，伊会甲你收2个口座尔，伊会甲你收到3个，我讲实诶是安尼啊。5年内底搁还啦，就是讲你诶口座啦已经就是讲有去互冻起来若是讲警察甲伊警告了5年，你搁还，当然伊就会有处理一个加重诶就对啊，这是较新诶手法是安尼，虽然嘛收一段时间但是大家无去了解，可能嘛无啥会知影就对啊2个口座甲3个口座差别伫倒位就对啊。所以有当时检察官、法官结果拢咧处理这你是几个口座？重点是安尼，因为立法委员诶规定是安尼嘛，差别伫遮伊就爱知影讲你这3个以上我度来爱有判一个刑，安尼才有一个标准伫遐就对啊。好若是有掠着想讲撞囝人诶，迄就会就是以早起搁加重处罚就对啊。这当然是一般老百姓是毋惊去拄着这啦但是就是爱有就是爱较注意啦，毋通讲就是做善事还是做好代志有当时嘛是爱知影。
嘿，嘛是爱知影讲，就是讲啊，阮要安怎甲人做吼，啊，阮诶好心啦吼，爱拿互旅程安尼就对啊，吼。好，啊，安尼过来，就讲进前啦，吼，这介绍一寡案例啦，吼，然后大家小看一下，这都是阮进前拍一个官司是无起诉诶，吼，这就是讲啊，这物是你食人头路诶台中诶，吼，一个吼，啊，伊就是食人头路，啊，结果呢，就是等于讲有做投资啦，吼，啊，要人就是讲你食头路，啊，逐个月领固定诶薪水，安尼可能就是敢有够开就对啊啦，可能无够开，所以人就会甲建议讲来投资啦，吼。你投资安尼较紧会当退休啦，是啥物啊？人就甲建议讲去投资这，诶、伊这投资就是或者或者即马大家有咧较有咧算诶，或者非翕机啦，非翕机，非翕机，吼、就是无人机会当翕相诶，啊无人诶吼，你吼非翕机吼。啊，伊就是讲啊，这你飞机有一个网络诶吼，有一寡资料，你着通试飞吼，试飞看觅，还有一寡资料。当然，伊是安尼甲我讲诶啦。我虽然我甲正我听无啥有你讲啥啦，伊就是安尼讲，吼，就是讲，迄有一寡资料，吼，迄飞出了后，会当甲即个资料吼，甲佮转互转去公司就对啊，互伊试飞安尼就对啊。啊，但是要安怎试飞，你一定爱有资金嘛。啊有资金才会当落来了，才会当试飞啦，吼。啊，所以伊若是，伊就变做讲啊，你若是有分享吼，会当领奖金就对啊。啊，所以伊就尾啊，伊去也甲银行借钱啦，吼，伊去甲银行借钱，伊一个月可能4、5万薪水，吼，会当去甲银行贷款百几万出来出来，吼嘛，佫落落。啊，车嘛，买手嘛是人甲介绍去甲车嘛，去买一只车，伊拢毋捌看过款仔车就对啊，吼，款仔车，啊，伊迄只免费，一遍拢毋捌驶过，啊，人嘛讲叫伊去买，啊，伊嘛足卖就对啊，就信落啊，去买迄台款仔，啊，毋捌驶过就对啊，免费吼，啊，迄嘛差100万，啊，迄嘛佫落来了后，手机仔嘛会当贷款。毋知大家知影无？你的 iPhone 还是迄拢会当搁贷款，贷差50出来，吼，拢去贷，有法度借拢贷啦啊！互你加载，迄就是地下钱庄无借啦，吼，啊，为伫就是拢甲贷款拢甲落来了后，结果吼，伊讲之前要办贷款的时阵，嘛有一个问题，就是伊的口座啦，诈骗集团甲讲，因为你的口座，你若要去贷款，你的就是薪资啦，你的簿仔内底的薪资爱用好较水的，所以我会入一寡别人的钱，吼，阮公司会帮你处理，互你的口座内底的薪资用好较水的，所以银行啊，较会甲你较愿意借你钱，就对啊。这就是一个诈术就对啊，哦，诈术讲我要美化你的金流就对啊啦，金流要用好较水诶，吼，啊买手就变做讲伊诶口座就是有足济毋知影啥物钱，就是汇互伊嘛，啊伊买手再用卡片现金去甲领出来，领出去交转去互人，吼，安尼就是阮拄则讲诶洗钱啊，钱就是入去你诶口座。哦，你搁甲钱领出来，领出来了后，你搁交转去互迄毋知影啥物人诶人嘛，对着。另外现金诶车手嘛来嘛，迄个就算讲可能集团诶车手啦来收钱，讲因为伊嘛是惊讲口座你去你遐，啊你领出来了后，你雄雄叫警察来甲我掠。哦，诈骗集团嘛真巧啦，哦，伊当时就是叫另外一个毋知影诶车手来，才袂去互撞着嘛。哦，这就是一寡因诶手段，对对啊，是安尼。
当然，阮就是讲也有主角这有甲辩护啦，尾手是，互你交代是无起诉啦，安尼。啊，这是一寡讲阮若是讲身边有朋友吼，有这是正确诶传票是生做安尼。啊，诈骗集团嘛会用假诶哦，伊嘛会去封即张哦，封即张假诶，讲叫你当时去出庭哦，哦嘛会哦，哦，还是讲收着了后你会惊遐，伊向遮就有一个电话，吼，要安怎解决，紧敲一支电话啦，嘿，伊就帮你解决，啊，就你嘛会足信诶，就对啊。模仿这，啊模仿这嘛是加重诶诈欺罪就对啊啦，这拢是哦。啊，这另外这就是正式诶吼，这就是警方知影你若是口座交去互人诶时阵，伊头一遍会甲你警告就对啊，警告诶处分是算做安。好，那过来，阮这就是讲，真诶发现讲身边朋友去互骗诶时阵，阮真诶爱去报案啦，吼，莫阁无清醒安尼，无好，吼，因为伊会一直骗，一直骗，骗甲规个人讲拢打去就对啊，你诶钱拢打去诶时阵才放你煞。啊，若去骗诶时阵，嘛会当去甲地检署提出告诉。我若真诶发现讲去互骗诶时阵，吼，嘛会当去刑事诶起诉了后，会当去讨钱啦。吼，刑事诶附带民事诶起诉，安尼处理。吼啊，当然会当讨偌济，就是讲阮诈骗诶钱拢会当写咧内底，吼，金额是会当共款诶，但是一般来讲，我讲诶就是讲车手拢是共苦人，去互掠着诶。伊可能嘛是走投无路啦，莫讲亡命诶人，只是讲伊就是可能嘛是无偌济钱，伊就是口座，伊反正伊诶口座嘛无法度用啊，所以今日才会来做这个。哦，啊，当然伊是安怎安尼，咧都有足济社会原因就对啊。吼，啊，若是讲阮若去互骗诶时阵，吼，你办事了后，吼，法院其实会安排调解，啊，调解就一个笔录，吼。比如讲这边安怎付就对了，逐个月付6000块，付甲了安尼，哦，这是安尼，逐个月印象中骗，嗯，可能有全部啦，有全部还，但是爱分几啊，你去互骗一声，可能2秒就出去啊，但是还诶时阵爱还几啊个月啊。好啦，咱就是讲要来安怎，莫讲诈骗，也是讲莫去共诈骗安尼就对啊。就是讲，阮爱莫相信啦，莫急啦。吼，阮知影你足急诶，但是你莫急，吼，啊莫提供你诶口座对啦，吼，对，啊，就是三个爱啦，爱认真啦，爱查证啦，爱报警，吼，啊，反诈骗诶专线1秒5。好，安尼差不多到遮，哦，啊，有要提问题哦，歹势，时间小可超过。歹势，一般工课时阵嘛无讲台语啦，一般讲嘿，讲法度诶时阵，嘿啊，工课嘛无定定咧讲台语，所以一寡可能无遐标准吼。可以啦，可以啦，我会使啊，会使。哎，下次你讲因钱摕转来拢是啥物情？就是因一般应该拢照你安讲拢，他到种医疗或是。好，就是一般来讲摕转来的，就是讲去掠着迄总经理，总经理真诶互你掠着，哦啊，但是迄就是布袋戏要继续搬落，伊就所以伊会甲即条钱摕出来还你。比如讲，阮若准讲去互骗100万吼，若是讲即个人若有才调，伊一声都可能会差掠20-30万，甚至50万，做一遍先互你，头款先互你，啊尾手才分期。吼，啊你讲会当摕转来诶时阵，呃，一般来讲上主济，迄案件最近大家有看新闻无？吼，迄新闻讲去甲因兜吼，迄律师诶因厝内有藏金仔干嘛？
嘛台中诶，台中诶嘿，迄落还未处理掉啦，有查着物件诶嘛，所以你无看新闻报纸上吼，迄落伊主席请诶律师嘛，迄李律诶嘛伊就讲。伊就讲甲足较足有信心诶，就对啊，足有信心诶讲阮会行法律诶程序，甲迄钱摕倒来，因为警方啦已经有扣押遐诶钱伫遐金仔角啊，还是啥物诶，迄钱是看有诶，看有诶去扣则摕较有钱。你若是讲像讲我拄则讲诶，迄车手哦，比如讲我诶钱已经领出来啊。因为领现金啦，现金无法度追查嘛，已经交互迄个车手啊，车手拢已经转去互迄个收水诶，收水搁转去水房诶时阵，迄钱拢逐家拢开去啊，还是讲伊搁去转去互被查着诶时阵，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若会当去甲钱摕来，一般来讲，你都是拢爱掠着讲会后诶干部，拢嘛是水房诶人去掠着诶时阵，有去涨着遐个钱。掠着，则较会有机会去甲钱讨转来。无若一般诶，就是讲我真诶我去互骗，较定定去拄着诶，比如讲我若爱看演唱会就是讲我若佫要看迄一票可能一般来讲1-2千，我去网络诶价买可能5千、6千，还是3万诶就对啊，去买迄种票诶，结果3万箍我买4张，结果1张拢无，安尼就对。迄种3万箍金额无遐大诶，迄则较有机会讲即个人，即个车手可能伊背后，还是讲伊厝诶人会当甲斗相共，可能一个少年诶车手，爸爸妈妈法度甲处理诶，还是讲阿公阿嬷会当甲斗出诶，即种会较有机会去讨转来，嘿。对。我感觉伊这案子奇妙诶，就是因为伊趁黄金几啊年来，伊供几啊倍，所以就变成讲，伊可能比如讲黄金可能当初500亿去买，即马有可能10亿就便宜嘛，毋过伊家己佫开，嘛是开，就是共骗诶，迄嘛是家己佫开几个，伊当初比如讲甲伊骗10亿，伊10亿佫还转去，安尼伊开了会甲伊。会当卖现金，还是讲伊爱连迄中诶，伊嘛是爱骗互真济。我知影你个问题，就是讲我共骗诶钱我摕来投资，若趁诶，这当阵生活诶，对无？我先强调啦，无鼓励安尼趁钱，对吧？阮若有本，阮来银行借啦，来银行借，借来投资安尼就对若是讲法律诶程序是安尼，就是讲伊迄当阵啦，迄当阵伊可能就有买卖记录，黄金迄当阵。就买落，就转去遐嘛，所以伊即摆要扣，就是讲遐诶物件拢会甲扣起来，甲扣起来。若剩诶若中诶原则上嘛会甲没收就对啊啦，伊应该安尼讲啦，就是讲，遐诶钱就是共款遐诶钱，若是管讲你讲你诶利息钱啦，还是讲有个。因为遮个买黄金，结果黄金金价起真济嘛，若是讲这起诶嘛，无可能讲佫找钱互伊就对啊啦，袂讲有安尼啦，无安尼就是共鼓励啊嘛，共鼓励讲，我就敢若就是讲我去共搬钱搬来我投资我佫会当佫趁安尼，就是会当趁中诶就对啊，无，就是讲你赔偿，伊安尼讲，政府讲较紧诶，政府可能会收去，就是讲伊就是嘿啦，不法所得就是讲甲没收啦，没币啦，安尼就对啊，就是讲用法律诶程序，甲收起来。当然，被害者你着爱讲我被害诶金额应该是偌济，比如讲伊开除迄个顾问费。保护伊安尼就好啊。了不起就是讲，为迄当阵诶利息钱，甲伊偌济，了不起是安尼尔。袂讲我去
我被害者啊去互骗诶，啊了后人甲我投资，我阁会当阁趁一条转来，安尼毋是敢若是讲去银行去买一寡迄种定存，还是讲投资型诶商品就对啊，讲阁有趁济安尼就对啊。吼，被害者就是讲我去互骗，迄当时迄11外嘛吼，11外就是照迄个部分吼，就是摕倒来，对啊。啊，当然无法度遐济啦，有当时迄就是人嘛是搁抽 commission 还是啥物，迄种人就本去啊嘛，是讲现即摆伊去收着偌济，吼，伊会当看着钱安尼，就大家较袂烦恼啦。吼啊，比如讲伊主济角度嘛吼，像讲啊，这新闻嘛是爱讲，迄种善款诶，迄种人管来诶，啊，从这新闻讲一寡阿公阿嬷拄看到这嘛会心嘛会毋甘主济嘛，啊，佫来管较济诶，对啊，对吧？你嘛该处理诶嘛是爱处理啊，嘿，啊，只是对啊，就是讲法律诶规定就是讲新闻伊嘛是爱行，就像讲，比如讲阮律师诶建议嘛是讲啊，这定数确实爱行，啊，只是讲嘛迄个社会大众知影讲，这哦，阮有咧处理，嘛毋是讲这5年来，阮这善款去互怪去，阮拢放烂拢无处理嘛，啊，即摆去互发现着爱较紧处理诶，袂当无处理，所以阮就请台湾同大间同好诶律师来处理啊，安尼，以上。一个新闻，是，就是今日路咧看到路途诶有落一个皮包啊，送咗即个叫去顶着，因为我前几工仔是看到一个妈妈载两个囡仔，啊食倒来啊手袂去诶时阵，我就直接看到伊诶皮包落去。嘿，因为我知影是中间拢无袂少人看到迄个皮包，所以我就直接去顶着。因为拍开都是真正，我拢无拍开看内底偌个钱，我直接叫伊警察局。我忘记我就将来我去过警察局，我就最讲就是可能讲叫电话给咱讲，咱不是来互伊身份证，咱你甲警察伊到电梯遐家己每一个物件拢偷偷在，伊就甲你合对讲哦，伊啥物件呢？所以讲你是要保护伊倒来摕，伊发现伊物件有少，安尼你才会较安全。所我是想要问讲，若是我毋是直接看着迄个皮包咯，我是做久久了后，我毋知影有人看过迄个皮包，就一个等伫路顶，我甲伊叫去警察局，结果伊请迄个失主转来摕时阵，伊发现伊个钱有少，啊，伊想要问话，你个扣着，你个扣着人要安怎保护？对，即刻吼，爱先甲你鼓励吼，你这行为是真赞诶吼，就是讲你有去做这动作，但是法律诶程序去甲警察局，当然会开你足侪宝贵诶时间吼，这一定开足侪时间诶，吼，因为伊落落早1、2秒诶代志，你扣伊，早可能爱补差要正点钟安尼吼，啊。一般来讲啦，你若是讲你确定讲，即个你现看伊诶背包落落你甲叫，还是讲已经骑走啊，袂赴啊，所以嘛是爱甲叫去派出所较好。啊，但是过一段时间诶时阵，迄个背包啊，搁伫遐就几种情形，就一种就像你讲诶，啊去嘛是，其实就是安尼，就是讲扣去了后，伊嘛是讲看内底有啥，啊嘛是确定你毋是行一遍正常，啊至少是讲你扣来时阵，内底确实就是存遐。伊若要甲你告伊，当然伊爱有一个伊应该爱知影讲伊诶皮包是当时无去诶，啊，你当时扣着，这时间点当然有一个出入就对啊，伊可能有诶是讲啊，我去人去偷摕了后，伊物件摕吼，现金款诶，啊，就凊彩有袂偏咧诶时阵，你才互你发现诶时阵，当然你会惊吓讲啊，未来若是安尼，我感觉搁做这好代志无，对无？你当会你会安尼想嘛吼？啊，但是，嗯，若就我个人诶角度啦吼，就是讲，啊，若是无看着啊，内底若像我家己结婚啊，我若是人皮包捡出来，内底啊用讲有人叫我支付，我当然嘛足麻烦诶，搁爱结婚结一遍吼，当然。
一般来讲，就是讲，阮若确定讲啊，内底有真侪钱，阮当然会建议讲啊，你一定爱主动吼，紧诶，我爱紧扣去，因为法律上会甲你吼，会甲你保护啦，啊嘛，而且吼，你留你诶资料，伊将来这失主嘛会甲你吼，照法律诶规定，你会当甲请求诶，吼，嘛会当去，嘛会当甲扣去，一定爱甲扣去，吼，就是真侪钱诶，吼，像迄高铁站顶面若有300万，迄爱扣。爱送去，去出站了后就随扣，就讲啊，我发现哦，啊，迄人就有一个算讲法律上诶一个奖金互你，安尼就对。啊，若是即种皮包仔诶物件，当然证件内底嘛真侪，啊，所以失主嘛会有足需要诶啊，无伊连去办，吼，阮皮包嘛捌无去，吼，迄嘛足麻烦诶，吼，啊。若是安尼，其实扣去了后，警察就是会照迄定数，所以伊嘛会讲啊，你确定啥物时间点，吼，伫遐扣着诶，啊去到遐，袂讲即个好代志，互你去卡着刑事案件啦。吼，我感觉是安尼，吼，因为一般来讲吼，确实伊除非讲你甲伊诶计较，你讲伊诶皮包，你甲伊有相闪心，还是讲你当时你甲摕着伊诶皮包仔。哦，当然你倒位发现迄个皮包，伊若是伫一个路顶面啦，吼，你若有迄相机，也是讲啥物会知影讲迄是伫大路顶去扣着诶，吼，迄一般来讲较无一寡讲无必要诶因素责任就对啊，较袂，哦，就是嘛是照迄定数，当然钱去互款去啊，这无法度，哦，这嘛阮着想办法发现啦，哦，啊若是讲确实是钱啊，金仔角啊，迄种诶，佫紧来扣，紧来扣去警察局，嘿，啊，若是有其他诶，迄复杂诶，迄无扣，对对对，有问题吗？头头就是想讲，迄种洗钱诶方式是较无讲着，是，嘿，迄所以应该是几啊种吼。对，应该来讲洗钱是真侪种哈，一般阮生活吼，阮逐个朋友可能较会拄着诶，就是真诶是口座去互汇钱来，啊，人用一个诈术讲叫你领出来交去互人，一般来讲，阮较会拄着诶是即种，吼，对，啊，若大概洗钱诶部分是安尼，啊，像讲，迄主持即个案件诶部分，迄嘛是洗钱啊，吼，就是钱汇入来了后，伊转去公司内底，啊，佫个嘛是佫去投资，佫去买金仔角，安尼，啊，佫变做金仔角紧，洗钱来讲，就是讲，一般来讲拢是讲你去口座，还是讲啊，甲钱领出来，还是佫转去讲，我叫做啥？虚拟汇币，吼，就是讲虚拟货币啦，对对啊，敢若是安尼讲，啊，未来是迄种虚拟诶，算是，家己诶变做是我都查对，查查查互你嘿个口座去，互可能一寡，比如我偷摕钱，吼，去存入去 ATM 内底，吼，用别人寄互我诶卡片存入去伊诶 ATM 了后，佫来转去互别人，转去互别人。较早拢会讲，迄号做人头车，人头车吼，就是你诶口座啦，口座就是敢若一只车安尼甲驶出就对啊，你诶口座驶落，啊，第一站诶口座，吼，第二站诶口座，第三站诶口座，第四站诶口座，啊转就是为这钱先入去，转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了后，再有一个车手去做迄套卡片诶，套卡诶工课，甲领出来，领现金了后交互水泵。安尼，就是这一般来讲上传统诶洗钱是安尼。吼，一般啊，阮若是家己民众，即摆就是讲伊转几啊座口座，就中啊3、4个口座安尼连落啊。吼，啊，即摆拢会，你若讲要，阮讲迄口座去用警示嘛，警示账户诶吼，一声这4个拢会全部拢会出现，就是讲全部拢会动起来，对对啊。安尼对诈骗集团来讲，因一声就4台车拢害去啊，吼，就是因安尼了伤济，所以即摆较会定定讲，都是利用迄人耳孔较轻诶，但是较会相信一寡投资诶人，伊就是讲我甲
你的口座用互要用较水诶，我钱甲你入来了后，你爱随去甲领出来，安尼，啊伊就照伊诶指示，就去甲钱领出来，即种洗钱就伫遮洗起来，安尼就对。洗做现金就无法度对查，安尼就对。啊，敢有迄种用珠宝还是用古董？嘿，迄嘛有，即种诶嘛真济啦，讲用画啊，还是讲迄啦，就是较悬诶，用牌啊啦，嘛是即种诶嘛有，金仔甲最近起嘛，所以大家嘛足爱，就兼做投资嘛，金仔甲佫会起安尼。啊是有迄种开餐厅诶，用餐厅诶公司迄种。嘿，餐厅公司嘛有讲迄种安全无店，安全无店，拢是像香诶确实啦，就大家拢一粒头尔，哪会安全无遐济顶对吧？当然啦，徛倒摆嘛爱保护家己啦，安全无嘛爱买啊。我是昨有看到一个，伊是讲，伊洗钱方式是，伊是某，伊就讲要甲法院讲要甲伊翁离婚嘛，要甲离婚，伊是要扣伊翁诶迄种2000万，先甲扣，甲法院申请讲要扣，即摆法院就甲扣嘛，扣了以后，可能3、4个月以后，就讲我阁无离婚啊，即个扣诶一笔是要洗伊诶钱。我讲就是用法律的迄种，你看类似的。保管啦，有诶真济种方式，有诶人会买车，买二手车还是买一寡二手诶牌仔，你买就对啊。即种诶拢有当阵会过来过去啦，有当阵比如讲两三个朋友伫投资，比如讲伊就用安尼诶方式，就是挑伫，就是讲要透过，就是讲这刑事诶一个规定啊，甲就是等于讲政府啦，还是讲机关啦、检察署啦，来甲背书啦，还是讲来应该讲来甲做保证啦，做保证，讲甲迄落。毋知影讲背书背书，背书啦，背书背书，就是讲，应该透过这个定数啦，袂变做讲阮会当，较歹追查啦，就是讲用合法去暗砍，非法诶动作啦，安尼啦，当然拢百种，袂当讲无，确实可能嘛有，足奇怪诶，若讲像讲，阮这办公室嘛，做迄种疑案诶嘛就是讲，奇怪诶，这黄金哪会拢爱落囥咧厝内，你无感觉足奇怪？这有当阵可能洗无清气就对啊。你顺惊你洗嘛有可能嘛？无照你讲，凊彩租一位囥诶，是真好嘛？哪会要囥咧家己厝内，搁囥遐济？对无？这我感觉有诶是人头啦，有诶是人头，可能还袂处理到遐啦，有诶时阵是安尼。当然，这毋是阮诶案件啦，阮即个阮是怀疑尔啦，阮诶想法是安尼。因为你诶经验应该有搁较好处理诶方式，是毋是？无法度去处理到倒安尼，所以迄物件即个拢囥安尼，所以这个有真济爱稽考诶啦，叫人好好稽考，讲奇怪，钱拢要囥咧应该有真济好诶方式会当搁，啊。有一种我有听过是讲，你买车，你买车你是无钱，我是借你钱，你借你有迄种借条嘛，伊用借条搁甲你诶钱搁洗落去，人头。就是有诶讲人头诶，讲一般来讲，可能款仔人拄则有讲着诶，款仔车有当阵迄是人。当然，拄则我讲诶迄案例内底迄款仔车，迄是诈骗集团诶一个讲法，就是讲我告你办车诶贷款就对啊，款仔车你无看到迄个对假车，还是讲啥物我
可能我先一笔钱互你，还是讲互你去买厝吼，都像冠廷讲的吼，就是讲买车啦，买厝啦，甲你斗出钱啦。等你讲时间到，还是讲我贷款未过的时阵，我甲退掉，一个领回来，安尼迄嘛是一个洗钱的方式，就对啊。还是讲我付定嘛，付定，还是讲我纳头款纳偌济，纳落迄种，无一定开票啦，嘛有可能伫迄保证金的户头内底吼，入去了内底了后，我再甲建设公司，我讲我要退户啊，我无要买啊，伊了是要转来，啥物都对啊，有诶是安尼方式，但是迄著是较买手，迄是迄租者迄案，迄应该伊爱安尼处理诶，因为伊迄拢处理较济啊，公司拢钱拢领出来，无应该搁囥咧，无应该搁囥咧厝诶，安尼，当然，伊可能。比如讲，伊需要代表伫台湾去使用，所以才较需要拢伫囥咧伫台湾嘛。无伊真侪保单会当甲买也是啥物，迄个会当迄拢一条处理啦。海外诶保单啦，迄拢真好处理啦。当然，阮这讨论尔，毋是讲要甲大家讨论安怎创钱就对啊。应该嘛做过做侪是，伊其实是被害者，伊嘛毋知影伊家己中骗。就是他同时就是讲，伊借伊个户口口做互咱嘛，伊可能借几啊张，毋过伊是向骗讲爱借口做，毋过有当时迄检察官会讲阮即摆宣传迄诈骗诶资讯都遮济啊，有啥物叫互骗？因为咱有可能起诉讲帮助犯啊，还是嫌犯，还是讲共同正犯，迄时阵你应该诚侪拢是你诶当事人，可能是即种状况，还是你是要安怎甲因做，就是你要安怎甲说服法官，还是讲说服检察官，还是讲要想啥物办法帮伊辩护啊？对，这一个重点，就是讲，若是真诶拄着身边诶朋友啦，也是时代有拄着这相关诶状况诶时阵，你爱记咧叫伊讲迄赖诶内容啊，无杀掉，伊爱留完整诶，即个某若是到底是安怎逐工甲传图甲传偌久啊，再甲讲你诶口座伊真诶有需要，还是啥物离台湾无亲人。安尼要来台湾，要来生活，需要一个口座，安尼再即个赖诶内容都是爱完整诶甲 copy 落来交互法官，安尼才法度证明家己诶身份，是真诶，阮都毋捌啊，头一遍伫遮交着朋友，着伊是朋友，结果伊是金光党诶，伊是诈骗集团诶，安尼。就是你爱证明讲你家己是去骗，去互骗去。有当时要甲证明这个代志是足困难，因为有个人惊吓，就是讲有雄这某人甲歹啊，讲我知影你住倒，我会甲你找，你同学莫互我找着，还是讲你这物件甲开掉，安尼，有诶惊其实也看着啊，有诶拢甲开掉，足歹证明。毋过个大家是讲咱是诈骗集团伊比如可能甲你讲，你若去互掠诶时阵，着安怎讲？嘛有一寡是安尼，就是讲诈骗集团会教你讲安怎讲，结果讲落了，伊拢无代志，代志伊拢派咧你身躯诶，嘛有即种，对啊。我顶我头仔钱包诶电视，就是我嘛就是类似诶拄过，就是讲伊诶钱包就落去啊，落去以后叫诈骗集团捡着，内底有迄种口座嘛，口座伊开始用伊物件，伊就开始骗，伊是警察甲通知讲你诶口座可能变成迄诈骗集团你有可能知伊是钱包囥伫咧某物所在，向人捡着，拄好是诈骗集团，伊是用即种说法甲检察官讲，毋过检察官伊都毋相信，对，伊讲我是家起诉，对，我有一个案件是安尼，就是伊诶皮包啊，伊迄客户是安尼讲，伊诶皮包仔册咧迄乌托摆诶头前迄种较旧诶乌托摆，迄会当一个锁匙会当锁咧，有一个拖仔就对，伊锁咧伫遐，
啊，讲一回哦，伊足艰苦诶，伊转来讲啊，伊要去看医生啦，吼，就讲去做是转来足艰苦诶，啊，结果拍开伊要摕健保卡，结果发现回包拢无就对啊。哦，啊，但是伊诶卡片就是拢伫内底嘛，伊是拢伫内底，啊，拢无去啊，哦。但是事实这是编诶，哦，这故事是编诶，但是当然结果看到无买单，因为啥物无买单，因为伊会看讲进前吼，你诶奇怪啊，你迄就是你诶口座内底已经人会2、3工啊，哦，啊你哪会过2、3工了，你啊遐拄好才去要去看医生，才发现你诶荷包无去，安尼就对啊，就是即个状况就对啊，伊会袂过关就对啊啦。时间顺，对，伊时间上，伊就感觉讲，钱已经开始汇啊差不多诶时阵，你才中用要去限卡就对啊啦，就敢若你口座已经借人2、3工去啊，啊你第3工你感觉可能是感觉心内怪怪诶是啥物啦，可能就是讲袂放心诶，良心袂得过，才紧去讲去报案。伊就挑伫去甲警察局半暝无11、12点诶时阵才去报案。啊，当然11、12点袂过关嘛，诊所拢关诶嘛，就是讲你要去诊嘛，你安尼就有小可奇怪，这就无过关就对啊。啊，尾也去起诉啊，无要紧，但是伊这嘛是去用起诉帮助早起啦，帮助洗钱啦，啊尾手是，阮尾也就是去甲地检署遐无过关嘛。去甲法院啊，都承认和解，因即摆就是假罪啦，假罪就是讲阮讲犯事假罪，对，就是安尼2档安尼，是承认啦，诚实为上策安尼，对啦。口座可能有时阵叫运用是宽税方，可能伊诶主管可能是伊诶主管，像我拄则讲诶，迄外劳，靠定是咱伊台湾有一寡就伊嘛有台湾诶干部嘛，就讲恁好啊，恁宿舍内物件摕咧，我会找时间人会来收，我嘛就照安尼去啊，嘿啊，对啊，伊讲你口座你搁早转去越南，敢有你用？迄无用啊，你用哪？当个人来收啊，收几工啊，有代志都。伊毋知毋着以后搁要来食头路的时阵，可能怎样？卡票啊，都申请，卡票啊，对啊。好，今日就差不多安尼，好，感谢感谢老师。大家，谢谢。